即係話咧，喺中國社會科學院咧曾經做過一個統計，佢話咧中國嘅近代嘅歷史演變咧，每次去到有個九字尾嘅時候咧，就會出現一個大嘅轉變啦。咁例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，咁亦都係即係推翻咗所謂中華民國呢個一個絕大嘅政治嘅轉變。1959年咧就大概係應該3年大饑荒啊，嗰個時代，咁啊亦都係一個中國人受苦受難嘅時候，因為唔夠嘢食啊。1969年就啱啱係文革嘅中間，咁亦都即係10年文革嘅浩劫啦，所謂。咁1979年咧，嗱大家會留意一下啦，其實係冇乜嘢大嘅轉變，只不過你唯一可以解釋嘅就係鄧小平復出。咁1989年咧，就大家都知道啦，六四民運啦。咁啊1999年咧，中國有冇發生事咧？其實中國係冇乜發生事嘅。2009年咧，中國又有冇咩特別嘅轉變咧？其實都冇乜嘢大轉變。2019年中國就唔係有大轉變，就係香港我哋有大轉變，就係我哋嘅社會運動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嚟睇，第一，佢係指逢9年，同埋係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後計算。